再来看去年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，花莲县政府嘛成立重大的灾害民间救灾捐款专户，收到7亿9千万的善款哦，目前阁剩4亿2千万，也毋过有真侪钱阁还未拨予受灾户，嘛因为善款委员会是上少开会咯，嘛受到外界质疑。0403大地震了后，花莲有达到92栋红单、90栋的黄单建筑，大约有2000多户受灾户到达，也咧等待中介也是进行耐震补强工程。也毋过受灾户相关补助费用拢还未拨付，即马阁表出计善款要4亿。那县府一直在说，善款不够，我们没有办法资助，然后经过了1年以后才发现，哇，善款还剩接近4亿。另外，善款委员会高达开会次数就有3摆，真侪受灾户拢在等相关补助。若无开会，安怎解决受灾户需求？善款委员会敢是40引起关注。0403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灾难，你就应该要加开临时会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回应民众的需求嘛。那但是到现在1年过去了，确实在很多的委员会都是说，你1年只要开2次定期会就可以。根据花莲县府的资料，0403县府募到的善款大约7.9亿，伫考虑相关重大公共建设收获、主体财损、跳到规楼顶经费了后，全款也有4.2亿。县府强调，村内善款一定会用伫灾民身上。账上的余额不是我们放着不用，而是要更加谨慎来用，可以以先争取中央各项补助为优先。但是运用的计划跟项目还要看具体的需求来做运用。面对县府的解释，受灾户并无法度接受，强调0403善款都要用伫0403受灾户身上，那用伫别所在根本违背捐款金关注对象。这不是0403的捐款账户吗？为什么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天灾？另外，受灾户也强调，善款委员会成员竟然无达至灾民甲民意代表，感谢会当甲受灾户同感引起质疑。县府表示，只要受灾户有意见，拢会当提出需求，由相关局处处理，并未影响受灾户的权益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